嘉义水上今年木果产量受到气候影响是减少3成，不过有一个木果产销班12位成员因为种木果理念真相长，因着做伙成立一间智慧农场，用科技来管理，今年就收成580吨，按算明年的产量会当提升3倍。超过20公顷的木果农场，只有12个农民管理，因原本拢是同一个产销班的成员，因为认同农业科技的趋势。做伙投资成立这间科技农场。比如说连续大雨来之后，马上大面积的可以透过智慧农业这种机器，然后可以大面积的来做这种杀菌的动作。农民指出，设备会当针对天气甲温度来协助压水、杀菌等等的工课，保持木果浪费的情况，嘛减少后尾爱收回收购这一寡田内底管理的代志。授粉比较良好，然后收果率也高，对，然后就是它那个对树还有那个虫害降低很多。这个13班其实他们从产到销，我们针对的就是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通路。那这些市场通路，我们也现在积极在协助他们把这一个所谓包装期货的场域来跟公所来承租，那未来能建立所谓的这一个一条龙的生产的模式。今年受天气的影响。水上乡木果的产量比去年减3成，但是班长讲，因今年的收成有580吨，甲去年差不多，而且内底14公顷已经有产销履历，暗算明年的产量会当提升3倍，真正发挥科技农业的优势。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